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本嘅福气来呢个节目，今日大家来小解黑马解咧，哇，这个记忆地图解抽变哦，个抽变其实都有意思呢，用某个去变，就得变出动到个东西哦。因为呢个艺术家咧，叫带来几个作品，然后大家来分享，系马上咧，大家分享自己是呢个王玉祥大哥分享。福气来咧，大家好，我係王玉祥，大家好。我記講大家好，我馬到嘅，我大哥一開始喺講嘅，我講那個一里遮河這樣子，我就哇不敢當，不敢當。咁我今日當翻譯做啲繞牆大哥來到節目地圖哦，對，你節目嘅現場做啲看到你帶來非常多嘅，全部係你自家做嘅東西，還有都係爸爸做嘅，錯冇嗬？老大哥來講一下，其實你較講緊鋼鐵，錯冇嗬？你想下，因為鋼鐵其實作為應該就要武幹，錯冇武幹佢要動到嘅用途，哦，要動到嘅功能，其中一種嘅用途，其中嘅功能是日本大哥拿來做藝術品，要做得你做幾多年嚟？我愛做十多年咧。10多年嚟嗬，所以做起來咧，做得講係興趣咧，做啲講喎。我爸爸佢70歲的時候他開始做一些草編藝術，我是在旁邊看，跟我兒子一樣，他現在我在做，他也在看，叫他過來做，他就摸兩下就走，跟我以前一樣。你講一下，你倆係動重性。就是你有農場嘛，錯冇？一邊做農場，一邊又開始繼續動年進來做安樣嘅籌備藝術，錯冇？我農場我種蓮花很忙，所以說我在差不多11月以後，我就會有11月到4月的時間，我是在做編織跟整理農場，所以說我的時間是已經固定的，所以說每年都會有幾個月的時間去做編織創作。很專心啊，工作。咁我大家可能唔知吼，因為你甲翁大哥講，其實佢係老爸爸學識嘅，爸爸是從12歲開始就是開始做。哦，那時候是生活所逼啊，就是說要貼補家用，做一些草鞋來賣換一些零用金來使用他經常在做在賣也要在家裡要做一些結草繩。以前說要生3個小孩才有辦法結出一條草繩嘛。在我88年的時候開農場。開農場，客人來看蓮花，看了就走，看了就走。他覺得說這樣很可惜哈，應該要注入一點文化所以說他就想說他會做草鞋，就在做草鞋表演給大家看忽然間又說那個草鞋一雙250在販售的話，而且很多人買回去做紀念品。對，你看到人家都有意思的，因為爸爸佢係民國20年生的，怎麼等於是這個翁爸爸哈，這個。阿爸其實佢12歲、19歲，這是開始咧做草鞋，係因為家兩是生活好困苦嘛，生活好困苦做草鞋目的是做啲老母下賺到錢，結果冇想到佢哋老人家咧，結果咧大家店度係過嚟用250去攞去賣草鞋嘛，所以草鞋做啲講係爸爸的啟蒙。我的意思是說為到生活然後開始咧做，所以對佢哋嚟講係動從然要動用年紀嘅作品，錯冇？像你雙鞋係你做呀，爸爸做。該算很愛做誒。爸爸做嘅草鞋就差唔多係安樣樣，錯冇？他做得更漂亮。我有問題講，睇講我哋草鞋款樣做得咁，只是做得做。其實它真的可以穿，而且剛開始穿的時候是有點比較不舒服，會有點刺刺的。因為刺刺的。對，等它踩平了之後，它穿起來好像那個輕功朝上飛哈。真的可以嗎？它很輕，而且真的可以輕功朝上飛啊！對，因為我們鞋子哈，那個都很重，這個就很輕了哈。是，所以爸爸後上19歲在走補貼家用嘅草鞋，就是差不多長這樣。對，以前的人要穿了之後要溯溪啦，或者說以前的那個下雨天剛下完，那沒有柏油路，都是泥濘哈，踩上去都會滑，穿着草鞋就不會滑。你看到其實你係看到係藝術品，不過對東東嚟講係一種回憶，那種回憶不管是好苦啦，形容總是過去階段歷史時代生活嘅容貌嘛，錯冇？不過講到你啊，其實我大哥講幾老爸爸嘅技術冇強咯。
对对，技术冇强咯。哎，你说那少改呀，很从于一张哦，好可爱，动等一下，动等一下嘅作品是该跳妞什么？你要找妞哈，那爸爸是一针一线缝出来哈，跟我穿的这个衣服一样，就是我妈妈一针一线缝给我穿的。所以这个是我妈妈缝的。是是。啊，这个缝的话时间要很久。那我自己又开农场，对没有办法，就是说很多的时间，所以说我就改良版，就是说用比较快速的方式去做。然后本身也是做铁工的，有一个铁工底，所以说爸爸不在之后，我就自己用铁工，用铁架去做出我想要的东西，用稻草去包裹，就是本来钢铁很硬，变成柔软的一面出来呈现。不过，你还是好好的讲一下该跳妞啦。所以该跳妞是给爸爸留下来的宠物。他这个整个身体跟整个其实是很美耶，动匠宠物，算是一个很成功的妞改作品宠物。该种的作品是像你讲的，爸爸是几架昨天讲是连起来耶，对不对？它这个灯塔是你的，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技法怎么形容？这个叫做扭转法，对不对？然后爸爸是用缝的技法，是。怎么？所以用心朋友昨天看到，现从聊天，因为它就是缝的，然后这个就是扭转的，应该都一样很困难吧？我觉得，恐龙都困难，什么？只要开始做都不会困难的。是哦，你看，你讲你有用铁，是因为这个灯塔里面可以抬架主义款，它里面有很多是用钢铁去支撑。哇，所以摸一下哈，像你按的铁工技术又结合草编，那我想问一下，所以爸爸的作品都有拿去比赛吗？农场开了第3年之后，就是农会这边，我们观音农会就办一个那个摊位比赛。我爸爸想哦，他从小就是长牛的嘛，长牛的小孩想要做一头牛，而且我们家族对牛是很有感情的，要不要讲故事？要。太公公要不要讲故事？要，当然要，都大家都分享一下。这个是要从那个日据时代说起。我曾祖父他养了60几头牛。哇！60几头，他是一个牛贩在当地有60几公顷的土地在放养。在那个范围内就有住了几户人家，很讨厌他，有的种的一些菜都被牛踩坏掉。日本政府有一次说这个土地要来做登记，那大家都会怕，因为都是荒地那登记是不是要抽税？大家都会怕，故意就把它通通迁给我曾祖父。日本政府又照那迁起来的登记的。怎么听起来是觉得一件好事？对啊，那结果嘞？那到我爷爷的时候，他还分到10甲的土地他是当了一个员外。哇！把8甲的土地就交给佃农，租给佃农去做他自己留了2甲地，那是属于荒地，还没有开发的，水进不去的，就是现在我住的地方那个他在那个田的中间又做了一个3合院，好有5分地。5分地它那个操场很大，摩通很懂台，它门口旁边就做一个小小的花园。那个花园的话，在那个年代的话，大家吃饭都会有问题，会去种花给人看的几乎没有。那我爷爷他就做了一个花园，那。经过国民政府的这个375减租跟放领之后，那我爷爷就剩下2甲的土地，还有一个3合院，还有一个很不好的脾气。OK。对呀，因为都在跟人家打官司嘛，跟佃农那些在打官司，又打不赢脾气变很不好。但是那个花园很多人都想进去。我爷爷就有种那个兰花，那个是很高级的。他说，不管哪边火烧屋只要把兰花拿过去，那个火就自动就熄灭了。我们听了哇，哪有可能有那么好的东西所以说很多人都想要进去看，看那脾气不好又不敢进去，进去之后就哇。
出去就会大肆渲染，就是说他有进去那个秘密花园。那我小时候10岁的时候哈，进去不小心把他的花盆打破了。哦，他就禁止我进去，禁止我进去，那我当下就立志说好，永远是花园不给我进来。等我长大的时候，做个很大的花园。所以你现在才会有莲花，对不对？黑猫，所以你俩讲，因为你在安台改发染什么，所以你讲的故事是黑讲哇，其实跟牛的渊源很有关。等于从曾祖父开始就有60几头牛，然后这样整个故事延到现在，就是你。做牛鞭，然后又还是跟牛很有缘分。然后我到台沟基本讲，因为你他刚你特别走弄谁，所以跟牛是感情是很好的，因为牛等于是挺喜欢你走谁，所以其实你动作他刚你唔行牛，就不喊你爸爸妈妈就跟唔行牛，做埋唔行牛谁里面牛都有感情哈。嘿，还有嘛改动感同应该故事，你聊下，等下常来讲。东方艺术的绕墙，东台沟咯，节目地图咧，老大家咧小家去用粗变改艺术品，从某些武馆来做的哈。因上个节目有讲到哇，个历史概念渊源呐，就是你讲系这个爸爸动好，爸爸为到圣法来走啊，做咩嘢为到有很好多个展示品，艺术嘅展示品，所以来走，然后又在动态嘅发展哦，所以头同样不下加错嘅故事，让又动又关系哈。不过。其实去做个技术嘅丰富，让爸爸冇恐龙，所以其实我刚刚问讲，你们家都很喜欢牛，对不对？就是你刚刚讲那段故事嘛，对不对？对。然后再加上可能杠天改关系跟牛又很有感情，这样，所以爸爸得奖，爸爸得奖改牛系动台走动台。他做的牛跟我们一般的牛是实体的一样大，一样大哦。对，所以那就是给得奖改作品。他做好之后，我再跟他装一个蜂鸣器，一拉它会哞，那小朋友很喜欢。真的？对啊，他去参加比赛之后呢，得了冠军啊，赏金3万块，哇，一头牛就可以卖3万块，那他就想说，那我来做12生肖好了，就12生肖从那个鼠牛虎兔就通通把它做出来之后，那大家想说，哎，你做那么多东西，那你是不是来开个那个稻草博物馆？我想。就那几只呀，它博物馆要很多千百的东西我们就做那几只，就博物馆不能了。那个专家说，那好朋友说没有关系啊，名字先取上去，你知道慢慢的一直增加就好了。所以说就成立这个稻草博物馆。哇，爸爸其实冇想到吧，又按用个发展有冇？而且应该还讲给我一天又奖金3万块，都好多。其实其实没有很多，因为对他来讲那是他。一针一线缝出来的，那花了他多少时间？要几多时间？他一头牛差不多要做1个半月。你看，是在半夜冻牛呢？他是有时候清晨一起来5点多就开始在缝到天都黑了，还不舍不得下。考验其实都有兴趣，都有新手感吼。不过讲到咧出睇爸爸牛嘅作品之外，基本上乡亲朋友都特别少嘅一只作品系咩？甘泉寺是吗？甘泉寺，我小时候是一个自闭儿。我跟妈妈讲话脸都会红的一个小朋友。我就很难养啊，我妈妈就把我给那个甘泉寺的石观音当弃子。对。所以你有一个那样的作品吗？还是？我在去年，去年有做了一个那个石观音的那个行动马车，去参加比赛得了第3名哈。因为这个石观音那个甘泉寺哈我小时候刚刚说我是自闭儿，我都不敢跟人家讲话。考试都是最后1名。我每天在聊天，就
跟观世音菩萨在聊天。我长大要做什么？我跟观世音菩萨许了3个愿望。第一个愿望说像我这种的以后怎么娶得到老婆？等我长大的时候，请观世音菩萨帮我找一个老婆。我希望我长大的时候，我所开出来的花园，很多人来我花园，我要跟赏花的同时，我希望能跟观世音菩萨一样，我在农场就可以渡人。那小时候的白日梦嘛，结果这3个愿望，那个十观音都给我实现了。都可以实现，而且是很神奇的实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作品地图为特别绕甘泉寺有关系关系。所以其实也有一个就是，OK， 好，这个是跟这个甘泉寺有关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对不对？灯塔。灯塔对。这个灯塔就是我们观音有一个白沙甲灯塔，大家认识的就是鹅銮鼻的灯塔，还有还有一个三雕角灯塔那个灯塔都是说我这里很安全，你就开过来。我们白沙甲不一样，是我们亚洲唯一一个就是说。不要过来！我这里很危险，这里都是藻礁观音藻礁有没有？都是藻礁，你不要过来。它是一个警告型的灯塔，很特别，而且它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是那个建筑的方式很特别，就是说它用石头跟那个红土去做的它的那个搅拌就是说红土加黑糖。再加石灰去做一个契合的一个所以说到现在都还很坚固。好，你看可能是东引起到惯性改变的世界被去到那边算是一个小景点，可是那大家都动地改一个小景点，从么算一贴片啦，所以台沟两百是昨天讲是完全仿照这个灯塔改融合走出一张一代算是这个稻草模型，对不对哈？我们在讲用因其实讲到了去某个它还是要保护，因为某个会风化，从某它还是会破损，所以你很容易来处理两件事情嘞。稻草收集的话，它是风化是很正常的。以前的人就是说把稻子收割之后就用叠草堆的方式叠起来您讲特别一个就是冉改，对不对？就是一层一层叠起来。还讲特别种农忙特别就是钢铁银，系讲伊都种下个时节，大家割头，你做个天独孔头洞洞。怎么一对一对冉改重新叠起来？是说那个吗？竹篱笆旁边操场旁边都会叠那外层那个会风化就当有机肥里面比较新鲜的可以给牛吃，结草绳再来就是做一些那个农具使用都可以零星星的还可以把它弄得一卷一卷的，当那个妈妈要煮饭的时候那个要烧柴火要起火的，起火用的，都没有浪费到还没有嘛？你还没有嘛？面面俱到，是不是有这个？有，面面俱到就是。说面面俱到没有人认识，但是那个年代刚好就是黄色小鸭在新屋有没有？那时候还有一股风潮，有冇？大家都想话而家被唱歌，而家被优聊。那时候我就跟那个新屋国小这边的学生共同创作一个面面俱到就是我做了一个很大像一个大南瓜这样的一个形状。让小朋友教小朋友做草鞋，用草鞋的方式做一个脸谱，就好像有几百个脸在那边，叫做面面俱到很荣幸跟这个黄色小鸭，我就是在黄色小鸭旁边就在展示那个人潮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讲安永改某个还没走电呢？我觉得，因为它非常的扎实，所以是像海强咯。系讲做啲落去做电嘅，其实像你爱电嘅，咁做起来，其实我觉得应该有做过，做那个人家说超盾，
就是一顿，满做咧做冉冉，因为俺没有看到，伊就用武功去做电啊，冉冉家一顿，唔是几个是种爱电强咯，该袂当难做吗？唔会啦，该会2、3人做得去咯。哦，因为俺想讲系讲泰国要做街啊，其实佢唔但像系当好嘅暂时，唔过。度生发地度，然后非常好用嘅一种生发嘅日常用品。你讲要卖哦，我小心会动人卖，对吗？当初卖一个卖2500哦。你说椅子哦？一个椅子卖一个店卖2500，而且做到后来做的人都不想做，因为很累。它整个都做好，差不多做那长度从那个墙壁到那个墙壁再去把它卷起来，再用那个草绳编织的草绳把它捆绑起来。哦，我知啦，因为其实该确实有好困难，咁个像掠到东西佢可能系款奖嘛，从某意思从你甲讲的爸爸系讲佢有只草编个波波杆，大家耳朵该波波杆个直接是做啲有料啦，因为有种耳朵种下看挑白嘅天初当初啊个武馆底下做啲变成用应该艺术品，咁个家行啊讲到该顶嘅东西是做啲变到好虚荣，系冇系你唔但像系款降停停，像因为款降停停，有冇？然后草海底下系咪系款降停停？因为底下冇慢紧做草海咧，咁个系讲伊做顶嘅，其实对当当去参讲嘅，因为讲是得好虚荣嘅东西。你还有做嘛个虚荣嘅东西冇？像除了款降，像两条某某路两按照草马。草马，这个就是那个小朋友到农场，或者说我到学校去做一些稻草编织的体验活动去教他们 DIY 做草马还有这个草箭以前小时候为了要一支草箭哭了好久我爸爸不会做但是小朋友都在玩，他就随便抓一抓，有点形象就拿了，我们拿了就好高兴打2下就坏掉了现在的话，这个进化版做的是很传神让小朋友可以来做。好，还有当到艺术品，老大家都少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上嚟讲咯。你讲我泰国其实都有意思哈，人家容易打嘴鼓熊，你了解一小扣哈。你送团就没有讲到你许的这个愿望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你先从家族开始讲起，你希望讲哇，又叫台发染，所以你讲你口是又叫台发染。你讲你刚才有第2个愿望说哇，动到很多水毛什么，就是。听说你们这个花园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大王莲是吗？对吗？然后印度做的送去翕相。哇，这个应该观光客非常多哦，大家都想会落去翕相。我农场开在92年的时候，因为引进那个大王莲到农场来种，那农场就在水里，那个叶子很大人在岸上要怎么做所以说只能用抱的。好恐怖哦，好怕掉到水里哦。那时候常常有人掉下去，但是大家都很想说。跟佛祖一样坐在大王莲上面来摆个姿势拍个照哇，有看到都该相片，所以那个所以像你要看到相片该谁还没都该当台湾用，这个是要还有小朋友，这是要抱进去哦。以前是用抱的用抱的话就是说只能就实现了你的愿望了。50公斤以下的才抱得动，60公斤抱不动。所以那个时候的限重不是因为大王莲的限重，因为你抱不动。怕把人丢到水里去，所以说只能说安全一点，就50公斤。所以说50公斤以下的小姐都很漂亮，抱进去又抱回来，还跟你说谢谢，要给你钱这是第2个愿望就实现了。OK， 那第3个愿望渡人。第三个愿望就是有一次抱的没有很刚好他做的吓一跳，就从我脖子扣住。我差一点被他压到水里去，听到叮一声，然后脖子断掉了。完了，那当下就想说，如果今天没有死的话，下次我一定要想尽其他的方法，让大家来乘坐大王莲。当然钱是一定还是要收的。
后来就是改进之后，就是用一块木板拉过去，要把人牵过去，再把板子收回来，让人家去拍照，不会拍到板子。可这样很好啊，要是没有喊虫，对啊，后来就是60公斤、70公斤，甚至100公斤都上去做，那人排的好多，排2个钟头才做得到。就可以做多久？就拍个照就下来，限制6张照片，好1个人。哈，2个小时，2点钟一下停停。结果排的很多的时候，有一个阿伯就忽然间就跑过来跟我拍我的肩膀，喂，少年，你一天多不少人呢，我吓一跳。我以为我是在做过河拆桥的事情呢，还可以收钱，结果我已经在渡人，我第3个愿望都已经实现了。OK， 就这样。你看线上动小扣吼，其实走到异性窟，啊，动眼睛狗不一讲的这种拱骨挺胸哈。不过讲的良，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你们有农场有特别有那种大王莲的法头，是指什么活动吗？大王莲活动。对，体验活动就是你刚讲的吗？每年的话就是有莲花季的活动。因为我农场取名叫做联合园。这联合园也有一个故事。这联合园在我10岁的时候名字就取好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会取名叫联合园呢？因为我8岁的时候，我们台湾退出联合国。全世界的人都不接纳我们台湾。好，我以后的花园叫做联合园，让全世界的人都来我的农场。那现在有没有很多现在外国人去？日本人超多的，日本人、韩国、菲律宾，很多马来西亚、香港，很多外国客都是要去看大王莲虫来做大王莲。而且，大哥，我有个建议，是，我觉得你要拓宽你的大王莲的池子面积。对。我很严肃的跟你讲这件事，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体贴你的客人，他排队2小时只能拍6张照片，拜托动眼，你知道吗？因为莲花季的时候是热天虫哦，对不对？放心好了，不会热吗？我的农场里面是跟观世音菩萨。那个商量好的，我里面有一个迷宫，迷宫是有一个森林，现在改名叫做魔法森林，还造雾呢，夏天到那里凉得要命。好，那我们来讲个模拟嘛，是不是排2小时只能6张照片？人少的时候就不行，你要扩张你的面积，你要体贴国外观光客。我现在才发现我儿子生太少，我自己会做死掉了。你这样你雇人用，我们这个是国民外交，而且这个是国旅，我们要把国旅弄好。真的啦，所以你要抢我以卖东西是穷人，我排队排2小时只买2颗煎包，听说那煎包很好吃，我排完之后吃完之后心情很不好，因为拍穷球。不会的，要体贴客人。你知道那个98岁的阿嬷有没有做到大王莲之后出来之后，跟他的儿孙说：“我今生无憾了。”不行，2小时太久。所以你农场开放时间是什么？改西街？每周2公休。每周2公休啊，每天的话都其他的每天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都可以来。那我刚刚看那个相片，有很多的大王莲，可是上面只有1个人在面这样拍照。你的大王莲是每个都可以做吗？没有，我有开5个码头呢。我开很多都可以做吗？我觉得那都可以做吗？没有，很多在这里很郑重的跟各位观众布达一下，就是说到联合园之后，不要看到大王莲就跳下去会失身，因为整个掉下去就掉下去，好危险不会危险，我们那浅而已，就是很难看而已。因为我们有服务人员里面会放一片亚克力板很细心的服务我们上去做好拍照好，要把我们服务出来不要自己跳下去。很多小朋友想说我很小就一下就跳，好像在跳水一样叶子就被破了。台购意思是讲，还是要遵照这个规矩啦，好，讲到两片其实爱起都差不多。这边还有什么牡丹莲啊，什么大撒锦荷花这些东西，是吗？莲花在全世界有2000多种的品种。那我农场里面种的莲花跟外面种的莲花不一样，人家说夏荷秋莲。
哦，大部分的人都夏天的莲花看一看之后就没有了。对。哦啊，现在已经秋天了，但是我农场的莲花还很漂亮啊。为什么？因为我种的是属于观赏莲，它有分紫莲、藕莲、观赏莲。紫莲就专门开莲花结莲子的，哦啊，藕莲是专门采莲藕不大会开花的啊。还有一种叫观赏莲啊，观赏莲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说很漂亮、很好看，但是没有收成。哦，没有莲子，没有莲藕收成啊。我种的大部分都是这个给人观赏啊，而且它是很耗工的，就是说，花开完之后我就要跟它砍掉了。哦。砍掉让它继续开花，所以秋天还会有莲花可以看。哦，然后我们农场里面最特别的就是牡丹莲。哦，牡丹莲它从4月底就开始开花，开到10月底，哦，11月初。哦，还有一个叫做那个玉杯，那个王母娘娘在喝酒的玉杯，它开花很漂亮，而且都是可以持久的，我就会喜欢，因为花再漂亮的话，只有开个2天之后，太可惜了。对就没得看也不好啊。所以说，我希望可以比较长时间的开花，让人家欣赏。哇，而且后面还有让创作者一起合作，做到体景感艺术，系吗？我跟一些艺术家合作的也蛮多了，像说我做的一个孕育。跟那个张嘉玲老师他是设计好，我做了一个有8米宽的荷叶上面那个莲梗上面爬了一只树蛙所以叫孕育也有跟这个欧红金火老师，他是做竹编竹编的话他做的那叫池畔童年池畔童年的话，那就是有2个小朋友，一个是带那个叫那反溜玉的吗？反溜就是人家煮饭的时候在捞饭那个反溜当帽子，还有一个叫不溜，无你啊地不遐，所以等于是算是池畔童年，等于是这个创作是联合大家的不一模用的东西。所以准备来问一下就是那稻草的收集一下很不容易，对不对？我讲等下收集也不会啦，只是说现在的人。不像以前的人说那个草堆会堆叠得很漂亮，不会漏水。现在叠得好漂亮、好看而已，但是不够扎实，里面都会装水，就里面都会烂掉，就没办法用，没办法用。那我也会怕，就是说，因为常常做草编要有新鲜的稻草，那怎么办？我就买了一个货柜嘛，哇，装到货柜里面就不会坏了。好棒！哇，节目该追美是剩1分钟听听哈，因为今日当半夜做的绕墙头，王太哥在度聊天，然后太哥在小个几个人生故事，还有一个连发染，还有一个筹编，追美然后太哥在讲，顺上10秒，其实这是一个动秋人的作品。也算是你一个很重要的创作，对不对？龙年的作品，然后龙又冠黑，所以你看起来非常改台这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艺术作品，对不对？还是陆续在完成中？这个已经完成了，懂吗？好这个就是希望乡亲朋友看到哇，这个是真的多么简单，所以今天其实非常感谢。线上做的来到聊天，然后大家来分享，係講下禮拜係講依家嘅蓮花染，還有嘛嘅性格法通啊，然後大家來講一下，好冇？到節目裏大家來好好嚟紹介一下。好，開始非常感謝大家來到聊天。喺底下邀請你所有嘅鄉親朋友吼，哇係講看今日節目聽咗啲講，哇有閒嘅時間準備做得而家蓮花染，看啊翕下相吼，但係佢看啲嗰啲嘅作品，實行下來咧是邀請你嘅鄉親朋友共下來做認同咧。繞牆大家來到不係來嚟嘅民宿傾集，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攞2個影片傾集分享出去俾大家哦。